面色、生理週期同埋內分泌係連埋一齊嘅。女性朋友，如果你嘅膚色、面色開始變差，可能未必係皮膚嘅問題，而係你嘅生理週期同埋內分泌已經失去平衡。好多女性朋友咧喺經前會容易出現生暗瘡啦、面色差啦、暗啞啦，或者甚至乎水腫。咁中醫話咧，女子以血為本，如果血氣運行差，就會面色差同埋生理週期混亂。生理週期嘅規律其實反映嘅係肝、脾、腎三個臟腑之間嘅平衡。如果肝氣鬱結、脾氣暴躁、脾胃虛弱、營養不良、吸收差，皮膚會變成暗黃同埋冇光彩。如果腎氣虛，變成會有疲勞啦、經血不調啦、不規則啦。中醫所講嘅調理氣血同埋內分泌，其實講係養血、補氣同埋健脾胃。咁食療方面，我哋有啲咩選擇呢？我哋可以試下紅棗杞子茶，有助補血啦；當歸、生薑同埋紅棗茶可以補血同埋溫經散寒。我哋都可以試下黑芝麻加合桃咧，可以補腎、滋潤頭髮同埋皮膚。如果有水腫，我哋可以試下生薑陳皮紅豆水，可以令到身體去濕。除咗飲食，我哋當然要留意睡眠、壓力同埋生活規律。如果壓力過大，肝氣運行唔順暢，影響生理週期，繼而會影響皮膚變差。所以好多時候面色係反映身體內在嘅一面鏡。如果我哋可以調理好血氣同埋臟腑之間嘅平衡，其實皮膚就係慢慢變好。如果你想知多啲邊啲食物特別適合女性嘅生理週期嘅平衡，記得 follow我，下一條片我會講多啲。